介紹呢一 set 衫先。其實佢可以分開購買或者一 set 咁樣着出嚟都好好睇。佢個布料上面咧係有一啲通窿好靚嘅紋嘅，咁好似一啲法式嘅 vintage。咁我哋今次特登揾一個黑色，因為大家好多時可能見過白色，黑色比較少見一啲。咁佢個 cutting 上身嗰個咧係比較 boxy 啲嘅 cutting 啦，包容性好高嘅。咁你攤開都見到好通風，好舒適。咁佢半透，咁你可以咧入面襯一啲sport bra 咁樣都 OK，因為佢鬆身啦，所以其實唔會話好顯現到你個內入面，但有少性感清爽 feel。咁講埋下身條裙先，下身有條裙咧，佢後面有一個橡筋，正面咧係 regular 嘅，咁啊再有條繩俾你啦，可以若隱若現收飾到小腹。露唔露佢都好靚，分開着嘅話咧，將件衫攝入去啦，其實都會好好睇嘅喎。咁樣或者你襯 T 恤都好靚，甚至乎你將佢掹低少少，高低腰都絕對冇問題，因為佢個橡筋嚟噶嘛。咁樣都好靚。